国际新闻，咱继续关心以色列的战车昨昏是驶入去加沙的西法病院，因为因即马指控哈马斯甲指挥中心设伫这间病院的下骹，严格哈马斯甲病院员工拢背回公报批评以色列乌白讲。即马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，即个引起国际批评争议性的攻击行动，并无发现大量的武器，整体看起来是无到一个指挥中心的规模。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影片显示，军队运送医疗物资、有影的食品，入去加沙西法病院区，并无确定病院的人是毋是有收到。也讲军方伫咧一个地区展开军事行动，有发现武器甲军事设备。 ובה אמצעי קשר וטכנולוגיות מבצעיות השייכות לחמאס. הטכנולוגיות והחומרים הועברו למיצוי ובדיקה של גורמי המודיעין. 加沙地区病院总院长扎库特讲，以色列是开坦克入去院区，士兵入去激进外科加动静加护病房，大家拢惊到。美联社报道，以色列讲哈马斯伫咧西法病院下骹有设指挥中心，用百姓做人马盾牌，所以包围病院几落工，即马就要向国际社会证明因的讲法敢是真的。 إلى جانب انقطاع الكهرباء بعد نفاذ وقوع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，伫咧包围西法病院几落工了，以色列方面并无发现偌济。 10个引起国际批评的争议性行动，并无敲到大量的武器。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影片，大概是10几支巨型的突击步枪、几领防弹架、3粒手榴弹、一挂光碟、一支手枪、一台笔记型电脑、一个牌仔加几支刀。 这款物件看起来敢若是无法度成做一个指挥中心。严格以色列讲，哈马斯伫咧边下骹的迷宫有设指挥中心。哈马斯知影以色列会来，若是真正伫咧边下骹活动，有几个礼拜时间会当利用加沙庞大的地下通道撤离。因为以色列即马手头是毋是有敲到更加侪物件？以色列军方表示，目前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尔。因为哈马斯对以色列方面讲发现武器，讲这拢是白贼加宣传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